喂，大家好，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股壇招財貓，歡迎收聽股壇招財貓嘅睇你抽唔抽嘅時間。又嚟到呢一隻新股啦吓，繼3308、2475呢啲比較大隻而出名嘅 IPO 之後咧，呢間希鑫咧就萬眾期待，終於嚟香港上市啦。英文名咧叫 Shein 啊。你問我咧，我係喺依稀喺啲獨角獸嘅公司度咧有留意過呢一間嘢嘅出現嘅。今時今日咧，終於嚟到香港上市啦，掛住一個 W 字頭嘅一個英文 logo 啊，就係講個同股不同權嚟香港上市嘅。今次值唔值得抽咧？你見到幾大梯圖嘅，基石啦，係有騰訊嘅，仲要係一間全球幾勁嘅一間獨角獸嚟。咁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咧，你就會知道究竟值唔值得抽啦。一個幾出名嘅 brand 嚟嘅。開始節目之前，記得 follow 阿貓最新嘅 Instagram @meowplus_hk 啊 MEOWPLUS_HK。重新復活嘅一個新 IG， 希望有緣分可以喺 IG 睇到你嘅 follow。講間公司基本資料先啊。講緊4000幾蚊入場費嘅啫。招股價範圍47.6至49.5，係近排有 range 嘅一家 IPO 嚟嘅。因為通常呢啲 IPO 咧呢排都係一啲講緊定價嘅固定價格去上市嘅。100股一手，所以基本上咧大約5000蚊入場費度啦。行機制 B， 保薦人係比較大間少少嘅鬼佬行啊。都正常嘅，因為講緊都2000幾億市值，一間比較外國出名少少，但係內地一間比較出名少少嘅公司嘅跨境電商嚟嘅。我喺睇網上面嘅 YouTube 節目咧，好多人直接將佢 Zara 啊，或者將呢啲咁嘅牌子咧去比較呢間 Shein 呢間公司嘅。咁一陣間講講呢間公司嘅基本資料。翻嚟保薦人先啦。呢啲係傳統比較護盤得比較充足，或者係比較踏實少少，喺個報價機上面會見到佢嘅一間保薦人公司嚟嘅。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咧，喺網上面嘅討論區咧都話佢發行嘅股數相對比較多，究竟會唔會係一嚟到就破發，跟住之後跌到咁差啲護盤先走出嚟咧？我相信都有呢個確信嘅餘地嘅。留意翻啦，上市市值最高上限咧係大約2100幾億，係過咗2000億樓上嘅。係一間幾大間嘅獨角獸嚟噶。好啦，講一講少少基本資料先啦。呢間公司嘅收入來源咧係有明顯放緩嘅跡象嘅。講多少少究竟佢本身係做啲乜嘢啦？佢係一啲時裝嘅跨境電商，講緊25年收入超過418億美金啊！每日人數係大約2.73億。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好多人用嘅跨境電商啦，所以啲人就直接媲美 Zara 嗰啲咁嘅大品牌嘅牌子嘅。但係咧，如果你話好多人標榜話佢係全球最大嘅時尚平台咧，我會覺得係今次可能係新股嘅一個招來咯。我會話，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真正嘅收入咧係明顯有降速嘅跡象。你睇一睇呢個圖表上面，你就會知道噶啦。如果你問我間公司咧，可能行緊一個比較高速嘅增長，但係有開始放緩嘅情況而走咗出嚟嘅。呢個咧都係啲人開始留意呢啲獨角獸上市之後可唔可以行翻一個高速增長嘅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嚟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啱啱上市，你問我好睇唔睇呢啲因素咧？打開本招股書，可能你會望兩眼咯。好啦，甚至乎 Q1 係講緊由盈轉虧嘅。呢啲係一啲具體上面嘅數字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呢啲數字都係值得大家參考一下嘅。呢個咧佢就會話啦， Q1 淨虧損咧可能係講緊有9000幾萬。究竟呢個數係咪假嘅咧 ？OK， 有好多人就有啲質疑呢一個數字嘅。喺呢個位置咧，抽新股嘅人係唔會評論太多呢啲數字上面嘅睇法。呢間公司咧最多人 concern 咧唔係佢賺蝕嘅情況，係呢一個位置，係關於一個美國嘅關稅角力嘅問題。呢一間公司喺未上市之前咧，其實佢係好多一啲跨境小包或者係講緊一啲電商上面嘅 service 咧，由一個中國嘅供應鏈咧
去到海外消費者嘅。咁即係話佢本身如果係去美國或者其他相關嘅地方有關稅上面嘅問題咧，呢樣嘢直接極大之影響希音呢個本身嘅收入來源。而希音美國本身收入喺2026年咧係跌咗14%嘅，因為呢啲咁嘅關稅或者市場上面嘅收入嘅問題。而呢樣嘢咧喺上市之前咧已經係一間經常被討論喺關稅擺上台嘅一間跨境電商公司㗎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關稅戰呢樣嘢，無論係工業上面嘅嘢，或者係啲跨境電商都非常之受影響嘅。咁其實咧，佢取消小包裹關稅豁免呢樣嘢咧，係對佢極之大影響。咁所以舊年咧，其實呢間公司係經常性喺關稅戰入邊係經常之出現嘅。咁啊，當然競爭對手係一定有啦，呢啲跨境電商公司嘅話，咁啊，只不過個問題係究竟佢本身嗰個活躍用量會唔會超級大而食咗人哋嘅 market share 咧？咁啊，呢個係比較其次少少嘅競爭對手問題。反而關稅呢樣嘢，我覺得係會極之影響佢究竟可能毛利啊，或者係真正收入嘅一個問題而走出嚟。而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喺佢上市嘅而家招股價招股呢段時間咧，咁美國咧係再有調查呢間公司相關嘅一啲問題而走出嚟嘅。咁啊，留意住呢啲公司嘅最新發展。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極重要嘅問題係令到呢一間公司本身好多人諗住去抽，至到而家呢一刻咧，可能抽嘅人咧未必好多嘅原因，就係個估值跌咗差唔多超過70%啊。咁啊，其實都跌得都幾誇張嘅。咁但係招股之前嘅時候咧，已經有人講過 IPO 估值由900幾億美金去到260幾億美金，咁啊都跌得都幾誇張喎。講真，雖然你話可能上市嗰一刻個市值嗰個估值跌低啲，會唔會炒翻起個水位啊？可能你會抽新股嘅角度，你會咁諗咯。但係如果喺本身間公司嘅角度，或者係可能一啲本身前期曾經已經投資過落去希音呢間公司嘅人嚟講嘅話，咁你估值低咗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你即係本身可以即刻獲利嘅盈利，亦都會低咗。咁啊，所以呢樣嘢要小心留意一下。由於呢一間公司咧本身喺獨角獸嘅賽道排行榜入邊咧，本身都唔係細嘅。咁啊，你可能係喺頭10至20大入邊有機會喺啲獨角獸公司排行榜咧都會見到佢。咁所以有啲人咧會已經用一個 hyper growth 嘅科技框架去估佢呢間公司本身嗰個前景嘅之前，但係而家就有機會會重新定位啦。會唔會再 FF 多啲咧？我自己都會有商榷嘅餘地，而呢樣嘢係令到我今次覺得呢隻 IPO 減分嘅一個重要嘅位置。好啦，咁啊講一講呢間公司啦。咁啊，好多人都關注，除咗佢講緊係 W 公司5000蚊入場費唔係超誇張，但係保薦人比較出名之外咧，而基石咧都係今次大家 concern 嘅一樣嘢嚟嘅。嗱，記唔記得我開頭嘅時候咧有講過一樣嘢，就係騰訊係有做基石嘅投資者，但係將所有基石投資者夾埋咧係唔過25%，即係連1/4都唔過嚇。咁啊，參與程度我覺得係相對地真係比較少嘅。咁啊，呢樣嘢我覺得就算有騰訊或者係 Greenwood 呢啲咁樣喺入邊咧，或者甚至乎可能有 BOYU 呢啲咁嘅有出名嘅地方咧，我會覺得都係加唔到呢隻嘢本身嘅分數。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同一日招股咧，其實都有一隻叫做梅卡曼德機械人，要睇一睇個稿先記得啊。咁啊，但係呢間公司咧，亦都唔係全部做晒成個機械人嘅產物嘅。咁啊，同希音係同一日一齊招股，所以留意一下，究竟啲錢會唔會冇人抽希音去咗抽機械人身上咧？嗱，冇人抽啫，唔代表上市之後好唔好啊嘛？即係可以佢冇人抽，但係佢可以乾住慢慢收翻市場啲貨再升都唔出奇。而呢個節目就話俾你知，究竟應唔應該抽得過？好啦，咁我最後尾嘅結論咧就係，如果你問我講 brand 咧，我覺得 OK 嘅。咁啊，因為佢嗰個 market share 都唔係真係太細，但係個估值由一個高峰1000幾億跌到落去200幾億咧，係超級減分。再加上咧中美角力嘅問題，我覺得呢樣嘢喺個基本面上面，呢間公司係抽 IPO 嘅值博程度係再減多一半以上嘅嚇。咁啊，
你問我覺得上一市你話納入綜指或者可能納入其他指數嘅問題，我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嘅。咁當然啦，佢亦要符合有特定嘅市值要求同埋一啲成交量嘅要求啦。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咁多人去參與咧？我覺得呢個都商榷嘅餘地。最後尾我會俾625希音 W 10分滿分，我會俾大約4分呢個位置。如果你中意我嘅節目內容嘅話，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你覺得我講得好唔好？資料有錯都可以隨時補充話俾我知嘅。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你抽 IPO。下一集嘅 IPO 梅卡萬德機械人9615都會同大家錄，睇你抽唔抽。我嘅 IG 係 mail+_HK， 希望下條片可以再見到你嘅 like 同埋 followers。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股壇招財貓，做個有營養嘅老生。我哋下集見，拜拜。